流感咧每年嘅病發嘅重症嘅人數咧，大概係有300至到500萬嘅。佢嘅年嘅侵襲率咧，大概有5%至10%嘅成年人會感染啦，小童就比較多，20至30%嘅。咁主要嚟講咧，就分甲型流感啦，同埋乙型流感咁嘅。咁啊，甲型流感主要有2種分型，大家可能聽過啦，就係 H1N1 同埋 H3N2 嘅。咁乙型流感咧，就喺2019年新冠病毒之後咧，就比較少啦。不過佢就有2種分支嘅。咁我哋睇下流感同埋一般嘅感冒有咩分別啦。咁我哋話季節性嘅流感咧，就係由流感病毒所引起嘅急性嘅呼吸性嘅疾病啦。而家據衛生防護中心嘅統計，我哋嘅冬季流感高峰期大概係1月至到3月嘅。佢可以出現嘅症狀包括有怕凍啦，通常會伴有寒戰啦，即係打冷震啦。咳嗽啦、喉嚨痛啦，持續嘅一個發燒啦、鼻塞啦、流鼻水啦、頭痛咁樣嘅。但係一啲小童或者免疫力低嘅人士咧，如果患上流感咧，通常會併發一啲比較重症嘅情況，譬如係支氣管肺炎啊，或者係一啲心肌炎等等嘅。所以我哋要特別重視流感嘅防治啊！而且流感嘅傳染速度咧，係比一般嘅感冒係較為快嘅。咁我哋要預防流感咧，我哋建議高危嘅人士咧可以接種流感嘅疫苗。咁一般嘅市民咧，可以喺生活習慣開始入手去防治流感嘅。咁中醫認為流感係由於人體嘅正氣不足啦，時行嘅戾氣，包括係風、寒、熱、暑等等嘅外邪去乘虛而入導致嘅。咁黃帝內經亦都提到啦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中醫強調嘅就係治未病啊，所以我哋要時刻保持正氣嘅充足啦，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嘅抗病能力係強啲啦，去避免呢個邪氣嘅侵襲嘅。咁我哋睇到啦，流感有一啲特徵嘅，佢嘅傳播方式咧，主要係通過飛沫傳播以及係接觸傳播嘅。咁佢嘅傳染期咧係可以比較長嘅，有時係未有症狀嘅時候已經可以出現傳染嘅情況啦。而喺症狀消失嘅3至7日內都仲有一啲傳染性嘅。不過一啲免疫力低嘅人咧，佢嘅症狀可能會持續幾個禮拜。所以咧，我哋唔可以輕視流感啊。咁有邊啲人士會容易得到流感咧？我哋知道長者可能會缺乏體育嘅鍛鍊啦，咁容易得到流感嘅。咁通常係啲陽虛體質嘅長者容易得到流感嘅。咩叫做陽虛體質咧？一般嚟講，佢哋有一啲以下嘅症狀嘅，譬如怕凍啊、飲食比較少啊、四肢手腳冰冷啊、面色比較蒼白啊、四肢倦怠呢啲咁嘅症狀。中醫認為咧，陽虛就會生內寒，內寒容易招引外寒嘅，所以就容易得到流感啦。佢哋會得到嘅流感咧，通常就會係風寒型嘅流感啦，表現為一啲咳嗽啊、怕凍啊、喉嚨會痕啊、打乞嗤啊，以及係流清稀嘅鼻水啊。而且佢哋嘅咳嗽咧，通常係夜晚會加重啲啦，有頭痛、怕吹風咁嘅情況啦，亦都可能有一身疼痛嘅情況嘅。小朋友咧都會係容易患有流感嘅喎。小朋友咧喺中醫嚟講咧，就係一個壯虎嬌嫩、形氣未充嘅一個體質嚟嘅。我哋可以觀察小朋友嘅一啲面部嘅特徵，睇下佢有冇一個脾胃虛弱嘅情況。譬如睇佢嘅鼻尖啦，如果佢嘅鼻尖係偏黃色嘅話咧，咁就可以留意啦，其實佢脾胃偏虛嘅。咁我哋睇佢嘅上下眼皮嘅，上眼皮咧喺中醫嚟講代表胃，下眼皮咧就代表脾。咁如果個眼皮個顏色
即係發紅嘅話咧，都係脾胃氣虛嘅一個表現。另外咧就係睇鼻梁，鼻梁咧中醫嚟講就係山根嘅位置啦。咁喺呢幅圖上邊咧就見到個小朋友咧就有啲青筋咁嘅，咁都係一個脾胃虛弱氣滯嘅一個表現。咁另外咧喺鼻唇溝咧，即係中醫講嘅人中嗰個位，如果佢都透咗啲青色出嚟咧，咁就代表肝氣滯啦，脾胃氣滯咁嘅。咁另外一啲長期捱夜嘅朋友咧，亦都會容易有流感嘅。佢哋得到嘅流感咧，就通常係偏一啲炎症嘅流感嘅，因為長期捱夜咧，會導致身體容易產生虛火嘅。中醫認為虛火內熾，陰虛則火旺，則容易出現喉嚨痛啦、生口瘡啦、口乾舌燥啦。如果呢個時候再去戒口啊，食啲肥甘厚膩嘅嘢，或者煎炸熱氣嘅嘢，就容易受到風熱邪氣嘅攻擊啦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就會得到風熱型流感嘅症狀啦。風熱型流感咧，通常會表現為發燒比較嚴重啦、喉嚨痛啦、流黃色鼻涕啦，以及燥黃痰等嘅。喺中醫嚟講，有一個比較獨特嘅體系咧，就叫做五運六氣，去到預測每年流行性嘅疾病嘅。喺中醫嚟講咧，中醫就認為驅邪拆風避之有時嘅，我哋應該去當面對一啲流感嘅時候咧，就要去避免佢啦。遇到一啲唔正常嘅氣候啊，譬如冬天應該凍嘅時候，反而唔係好凍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注意啦。呢啲叫做乍暖還寒啦咁嘅情況。我哋要注意喺今年咧就要睇下佢嘅五運六氣係一個咩嘅情況。五運六氣今年係一個乙巳年嘅一個情況啦。五運六氣當中有講兩種氣型，就係司天之氣同埋在元之氣。今年嘅司天之氣咧喺中醫嚟講就係厥陰風木，下半年咧就係呢個照陰上火嘅。上面半年嚟講咧，厥陰風木司天就會代表係肝氣嘅過盛。喺中醫嚟講，木代表肝，肝主筋脈，所以上半年嚟講咧，我哋容易出現一啲肝相關嘅一啲疾病嘅症狀嘅，包括係頭暈啦、筋脈緊啦、頭痛啦，以及係肢體僵硬咁樣嘅。下半年嘅時候咧，係少陰上火之氣過盛。少陰上火咧，我哋就認為肝火，肝火旺嘅時候咧，就通常會發脾嘅。所以咧會導致夏天下半年嘅時候係濕又熱又有肝火嘅時候咧，就容易發生啲疾病係有黃疸啦、水腫咁樣嘅情況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整體嚟講咧，今年嚟講咧，啲疾病係會有金運不及嘅情況。金運不及咧，亦即係話肺氣嘅不足。中醫就認為金為之屬肺，金克木。如果金運不足嘅時候，金就可以克木啦，木會反過嚟去克金嘅，即係話我哋會容易有啲肺虛嘅疾病，容易有肝火犯肺嘅疾病啦。所以嚟講咧，我哋就要去補救呢個肺氣不足嘅情況咧，以進行肝氣嘅一個疏泄嘅。點樣去補足呢個肺氣咧？我哋知道咧，白色嘅食物咧就入肺嘅，可以補足肺氣嘅。譬如有啲咩嘅食物咧，就有啲百合啊、馬蹄啊、蓮藕啊、杏仁啊、銀耳啊、山藥呢啲就可以補足肺氣啦。中醫認為肺為腰臟，佢需要一啲陰津去護養嘅，即係啲有津液、有液體嘅一啲食物去到護養嘅。另外我哋都可以使用一啲藥材啦，
佢哋有唔同嘅特性嘅。北沙參咧，佢就係急利苦，性質係寒嘅，可以養陰清肺、益肺生津咁樣嘅。而苦楝靈芝咧，佢性質就偏溫，適合一啲寒性嘅人士，而且佢係急鹹嘅，佢可以能夠止咳化痰、潤肺定喘、健脾益氣嘅。咁由於肝氣喺下半年都會過盛啦，我哋就要注意去疏肝解鬱啦。咁一個原則咧就係疏肝解鬱啦。點樣做咧？我哋可以保持心情嘅愉快啦，減少憤怒嘅情緒啦，培養一個良好嘅興趣愛好啦，釋放壓力啦，減少肝氣鬱結嘅情況。咁我哋可以使用一啲食療去到調養到肝氣過盛嘅情況。譬如玫瑰花茶啦，玫瑰花佢嘅性質其實係偏溫嘅，佢適合一啲體質偏涼嘅人士。佢有一個行氣解鬱、固血止痛嘅一個作用。如果要飲用呢款茶咧，可以揀玫瑰花6至10克啦，擺入熱水入面啦，6去5分鐘就飲得㗎啦。一般嚟講，適合一啲壓力大嘅人士啦。而體質偏熱嘅人咧，就可以飲花旗參枸杞菊花茶。咁佢做法咧就可以用花旗參少量啦3克，開谷1.5粒去到焗水，可以加入少少蜂蜜去使用。咁佢又適合啲夜瞓啊、體質偏熱嘅人。咁喺預防流感嘅生活習慣方面咧，我哋可以注意飲食住行4個方面嘅。首先喺穿衣方面咧，我哋建議可以用3層嘅穿衣法去避免一個風邪嘅侵襲。最內層方面咧，我哋要用一啲可以排汗嘅內衣，佢係一啲大汗嘅材料，貼身出嚟咧就唔好太緊身。喺中間層咧，我哋可以用一啲羊毛內衣啊、羊毛嘅衫啊，或者係啲羽絨啊，或者係啲化纖嘅材料去到保暖嘅。最外層咧就要係一啲防風雨嘅一啲材料，譬如外套啊咁嘅情況。咁隨時加緊衣物啦，令到自己嘅體温去維持一個正常。咁喺食嘅方面咧，我哋介紹幾款食療俾大家。第一款咧適合啲熱性體質嘅人。就係呢個銀淡綠豆湯啦，就有銀花、淡竹葉同埋綠豆嘅。銀花可以落大約24克啦，淡竹葉就落10克啦，綠豆咧就30克嘅。咁要將綠豆首先浸咗30分鐘先。將綠豆同埋茶包咧就放入個煲入面煮啦，加少清水，大火煮滾之後再細火滾1個鐘就可以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啱一啲感冒風熱嘅一啲患者，或者係啲暑熱天嘅時候可以用。咁第二款食療咧就叫做無花果馬蹄瘦肉湯啦。佢材料就包括瘦肉250克啦、無花果30克啦，同埋馬蹄10克嘅。可以首先洗淨咗瘦肉啦，跟住將無花果馬蹄去洗乾淨切片啦，跟住煲。應該聽日或者後日。咁呢個可以煲耐少少嘅，煲2個鐘都 OK 嘅。佢有一個疏肝清熱化痰嘅一個作用。頭先嚟講咧，就係一個風熱嘅湯嚟啦，或者暑熱嘅湯嚟適用。咁呢個咧適合一啲比較多痰少少、都係痰熱症嘅人。要攞個所有印去吸引可能。好啊，幾時啊？第3種咧就介紹一個適合寒症體質嘅人。可以喺寒症體質嘅時候用一個葱薑陳皮茶。材料有3薑片啦、葱白連埋蘇2條啦、陳皮2片，可以加少少紅糖嘅。做法就係加清水3碗啦，去到煲啲材料煲10分鐘啦，
可以如果痰多嘅話咧，就加重陳皮嘅量，去減翻木糖嘅量嘅。咁啊，佢嘅功效咧就係疏風散寒、清呢個風邪化痰止咳。咁啊，佢適用流感之後嘅咳嗽啦、痰清稀白嘅人，而且咳痰唔和嘅人都可以用。咁我哋注意環境方面咧，就要注意幾個項目啦，就係、是、要保持環境嘅通風啦，避免呢、逗留喺一個多人嘅一個場所啦。注意病嘅時候咧，就唔好翻工翻學，補充翻啲水分，戴翻口罩，去勤洗手咁樣嘅。咁喺運動方面咧，我哋可以做一啲鍛鍊啊，譬如就有太極啦、八段錦啊，呢度就有一個太極24式嘅一個圖，大家亦都可以參加啲會有啲太極嘅班嘅，咁啊去學習一下。咁啊亦都可以慢跑啊、散步咁樣嘅。咁喺流感嘅治療方面咧，其實中醫都有幾好嘅療效嘅。首先，中醫認為咧流感需要辨證論治嘅。中醫認為咧流感大概分幾個型嘅。首先係風寒型流感。風寒型嘅流感，佢一發病嘅初期就會非常怕凍，凍到咧會打震嘅。咁發熱或者未發熱嘅時候，佢通常會表現為無汗、身熱、頭痛、鼻流清涕，個原理咧通常淡，個胎好薄嘅，脈係好浮、好緊嘅。咁啊，方藥嚟講咧，可以用啲葛根湯啦，或者係九味薑換湯咁嘅。咁大家可以有藥房揾到類似嘅中成藥。咁啊，如果症狀適應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喺初期嘅時候嚟到用藥。咁另外一個症型咧就係風熱型嘅流感啦。風熱型嘅流感咧，我哋會表現為發熱比較嚴重，佢完全唔怕凍嘅，可能會有啲汗，都會有頭痛，但係通常都會表現為咽喉嘅腫痛啦、口乾啦、眼好熱啊、好赤啊咁嘅情況，而且脈搏會比較快嘅，通常條脷咧有機會會偏黃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中醫可以建議用一啲銀翹散加大青葉、板藍根同埋桑葉嘅，呢啲都係比較寒涼嘅藥物嚟嘅。咁銀翹散嘅組成咧，大概就喺呢個圖上面見到。咁啊流感亦都會帶嚟一啲危重嘅症候喎。如果治療不恰當嘅時候咧，我哋話中醫表邪則會入裏啊，由表症會轉為裏症，變為肺炎咁嘅情況。咁啊，西醫將肺炎咧就界定為病毒性嘅肺炎同埋細菌性嘅肺炎兩種啦。西醫診斷肺炎嘅最主要嘅根據咧就係 X-ray 去到睇你嘅肺有冇浸潤嘅情況，去判斷你有冇肺炎嘅。咁啊，中醫認為要診斷肺炎咧，通常喺症狀方面都可以診斷到嘅。咁啊，通常患者會出現咳嗽比較劇烈啦、流鼻涕啦、持續性嘅發燒啦、呼吸嘅頻率次數增加啦，患者會出現張口抬肩嘅情況，要坐喺度呼吸，唔可以瞓低啊，或者係頭痛啦、胃口非常差啊、活動能力差咁樣嘅。中醫喺診斷肺炎嘅時候咧，亦都通常會用埋呢個聽診器嘅。咁啊，我哋可以聽到肺部咧有塞羅音咁嘅。咁啊，另外一個流感嘅危重症咧就係心肌炎啊。心肌炎顧名思義咧就係心臟嘅肌肉發炎嘅。流感嘅病毒咧係會入侵呢個心臟。但係呢個唔係非常經常發生嘅一個疾病，因為通常嚟講，我哋免疫系統都會比較好嘅。但係一個免疫力低嘅情況咧，喺驗天氏嘅溫熱經緯早已發現啦。我哋話溫邪
上受首先會犯肺，逆傳生胞啦。逆傳生胞嘅意思就係個病毒好犀利，或者係你嘅體質太虛弱，佢衝破咗一啲防線，直接去攻擊你嘅心臟嘅系統入嘅。咁啊，通常呢啲人咧就會係心肺嘅氣音不足，就會令到流感病毒跳過呢個呼吸道嘅一個防線，去直接攻擊呢個心臟。咁啊，心肌炎佢嘅症狀就可以包括有持續嘅高燒啦、咳嗽啦、咽痛啦、嘔吐啦、腹瀉啦、肌肉酸痛啦、疲軟乏力啦，以及係心悸、胸後悶、胸痛咁嘅情況。我哋根據以公共衛生嘅數據就顯示啊，如果感染流感之後啊，1個禮拜感染心臟病嘅機率咧，其實係比平時嘅人係高出6倍嘅。而心肌炎嘅初期症狀咧，大家見到佢可能都只係咳啊、嘔啊、肚瀉咁嘅啫，係唔容易察覺嘅。到後期咧，病情就會急轉直下，會有呼吸困難啊、頭暈心悸嘅情況。所以如果出現嚴重嘅症狀咧，就要及早求醫。咁啊，中醫認為咧，病毒性嘅心肌炎咧係屬於心肺嘅範疇嘅。咁啊，心肺咧，佢顧名思義咧，就係由於呢個心肺咧，就係由於呢個時期嘅溫度咧，從體表、肌表去外襲，或從口鼻上受導致肺胃嘅不和，而見到感冒、咳嗽咁嘅病症啊。咁啊，病毒嘅邪氣咧就可以由肺胃去入侵呢個血脈，耗人氣血，導致心瘀阻，則產生心肌炎。咁啊，喺急性期嘅時候咧，中醫一般係用清熱解毒、養心安神嘅一啲藥物去到治療心肌炎嘅。咁喺恢復期嘅時候咧，患者可以仍然出現心跳加快嘅情況，但係喺中醫講嘅時候咧，通常患者就會有氣陰兩虛、陰虛內熱嘅情況。通常佢哋會表現為自汗啊、盜汗啊、心悸氣短啊、頭暈啊、瞓唔着覺咁嘅情況。咁咧就可以去補益心氣啊，滋養呢個心陰咁嘅。咁啊，點樣去防治流感所導致嘅病毒性嘅心肌炎咧？如果感冒嘅時候咧，出現發熱、流鼻水、咳嗽，或者心率係高過120嘅情況咧，如果你本身係有高血壓，或者你有吸煙嘅病史，有呼吸嘅困難咧，你就要留意有冇機會係心肌炎。咁我哋睇一個流感嘅一個病例啦。咁啊，流感有一個患者51歲嘅，佢係有吸煙嘅病史嘅。咁啊，佢患有 H1N1 確診之後咧，佢先求診西醫。咁啊，喺用西藥之後咧，測試轉陰啦，但係佢係冇用特效藥嘅。咁啊，佢而家嘅症狀就係有咳嗽啦、痰難咳出啦、手腳冰冷啦、全身嘅肌肉無力啦、疲倦、容易氣促咁嘅情況。咁佢胃口差啊，中意瞓覺啊咁嘅情況。咁啊，度佢嘅血壓咧就可以去到138係上限啦，90下啦。佢心跳係去到120咁高嘅。咁啊，我哋喺中醫嚟講，就辨證睇下流感啊，屬於痰熱性脾虛嘅情況。咁啊，處方就用一個柴胡桂枝湯及呢個生苓白嘅散。咁啊，見到啊，佢用咗呢個中藥1個禮拜之後咧，症狀就好好多啦，痰
痰啊容易咳出嚟，嗰啲痰係黃色啊，肌肉力量都增加，脾胃嘅狀況亦都胃口轉好。但係心跳仍然係高達103嘅。咁呢個患者如果出現胸痛嘅情況咧，氣喘加重咧，就要需要去急診。我哋觀察得知啊，如果患有甲型流感啊，就算你好翻之後咧，心率都會偏快嘅。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就適宜中醫嘅治療去介入，去到清除殘留喺身體嘅流感病情，以及係一啲病理產品咁嘅。嚟個總結啦，流感通常喺中醫嚟講咧，就分風熱同埋風寒型嘅。通常如果重症嘅時候咧，就會併發呢個肺炎啦、心肌炎嘅情況。如果出現心跳加快咧、呼吸困難、全身血瘀嘅時候咧，嚴重係需要考慮送急診治療嘅。第二方面咧，喺防治咧，我哋注意喺傳染嘅時候可以補足呢個肺氣啦，亦都要注意去平肝疏肝嘅。如果你係啲高危嘅人群咧，我哋建議你喺流感高峰期嘅時候，避免去啲人多聚集嘅地方。平時健康嘅時候咧，就做多啲鍛鍊嘅。